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將會喺年尾舉行，大家都已經開始討論邊位會攞到入場券入圍角逐視帝視后。陳豪喺《心戰》等等嘅演技非常出色，自然成為其中一位大熱人選啦。不過講到角逐視帝嘅話題，阿毛就話言之尚早啦。我就比較公平啲嘅，我就覺得到差唔多係時候先，到11月啦，等所有劇出晒之後呢，大家再作定奪咯。我諗係每一個演員都要自己付出個努力呢。我希望大家會俾多啲 attention 對佢哋，同埋睇佢哋嘅表現，咁樣比較公平啲咯。如果年頭就已經話已經係你爭㗎啦，已經係佢爭㗎啦，咁樣講我太過唔公平啦。同埋而家啲人亦都好着意呢，就放咗喺個獎項上面呢。可能我自己唔係，我反而會睇下成個製作啊，出嚟嘅劇本好唔好啊，橋段啊，佢哋鏡頭運用啊，出嚟嗰個戲本身係緊要過實質個人表現多啲咯。係啊。咁你自己對於 Amy 咧嘅信心又點啊？我梗係好有信心啦，對佢。會唔會都希望雙雙一齊攞視帝？希望啊！阿毛同鐘嘉欣早前喺新加坡一個電視頒獎禮上獲頒我最愛 TVB 熒幕情侶，但係原來喺阿毛心目中，黃子華同鄭裕玲都係一對唔錯嘅熒幕情侶組合，所以對於最近有傳都姐同子華繼經典作男親女愛之後，出年會再次合作拍劇，阿毛都話好期待啊！會唔會都希望同佢哋一齊合作嘅？希望啊，希望啊！如果即係做翻情侶咁樣又得唔得？即係同阿子華一齊去爭下都姐，定係同阿子華做情侶，阿都姐係爭我哋？講笑，講笑嘢，講笑嘢。同阿毛一齊出席活動嘅仲有 Eileen 同愛玲、Jacqueline 莊思敏同埋陳家蓉。Eileen 呢位靚媽咪最中意就係同大家分享佢同仔仔嘅生活點滴，所以呢一日都唔例外啊！我就啱啱去完上海做嘢，咁啱啱係上海翻嚟，咁我去咗1個星期啦。咁佢呢就晚晚打電話嚟喊咯。係啊，好掛住媽咪啊！好掛住，咁佢就晚晚打嚟話：媽咪你幾時翻嚟啊？咁後尾我同我先生就決定，咁星期5佢放咗學，咁就俾佢飛上嚟上海。係啊，咁飛上嚟。我先生陪佢，我先生陪佢飛上嚟，咁跟住陪我做嘢咯，做咗2日。咁星期日我哋就一家一齊飛翻嚟。咁我先生就話：其實而家佢呢個階段咧，你仲係佢最愛嘅人啊！佢話你好好珍惜啊！佢話到佢再大啲，可能12、13歲啊，佢話你想佢黐住你，佢都未必肯啊！Eileen 睇見仔仔咁可愛，都話好想可以快啲同老公再生多個仔女都唔拘咁話。講到生仔呢個話題，對於感情仲未有着落嘅 Jacqueline 嚟講，真係言之尚早啦。更何況嚟緊佢仲要同查小欣仲有阿錦合作主持娛樂節目，相信呢啲人生大事佢都唔得閒計劃住啦。今次第一次啦，同阿小欣姐合作，會唔會都有少少壓力咧？有啊，始終都係前輩啦，同埋佢又識咁多人啦。喺佢面前冇得吹水啊嘛，即係有陣時大家一齊睇完個雜誌嗰單新聞，跟住講。即係譬如我同阿錦可能會好虛無縹緲咁去估究竟當中發生咩事啦，但係小欣即係會唔係咁嘅件事係啊，其實我知道好多內幕。係啊，咁所以就咁就好似我哋要收好多風咯，而家出去係啊。